7月13日夜晚，香港養和醫院夜晚8點51分，C男生離生。3個鐘頭之後，徐克親口向傳媒證實咗呢一個消息。我哋都知道啦，C男生無兒無女，而徐克同佢已經係離婚咗整整12年。更何況徐克身邊嗰個細佢30歲嘅新歡，都已經跟咗佢就快15年啦。丈夫呢一個身份早已經成為一張廢紙，但喺 C 男生人生嘅最後一刻，幫佢發喪嘅，偏偏仲係呢一個前夫。係心情啊，定係做戲呢？ C 男生同埋徐克離婚12年，冇撕破面，冇反目成仇，甚至連身家性命都仲係死死咁綁埋一齊。呢一對男女到底係簽低咗點樣不為人知嘅契約？嗰個上位嘅第三者10幾年間又係點樣嘅處境呢？接住落嚟呢，我哋將時間退返去到48年前，當 C 男生第一次見到嗰個瘦到好似越南難民咁嘅男人嗰陣時，呢一場災劫就已經寫好晒結局。第一章初見嫌佢似難民，佢一等就係18年。講返48年前，C 男生第一次見徐克，連半分好感都冇噶。呢一次見面係好友張培薇牽嘅線。嗰陣時嘅張培薇喺紐約呢碰到徐克，專登寫信返香港，話呢一個人呢係個怪人，會寫會演會跳，腦入面裝住嘅嘢啊，旁人諗破頭都諗唔到出嚟。徐克返到香港嘅嗰一日，幾個人一齊約咗個飯局。C 男生推開門見到佢嘅第一眼，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：點解瘦成咁樣嘅？不修邊幅，好似個難民咁樣。嗰陣時嘅徐克仲遠遠唔係後來嗰個呼風喚雨嘅徐老怪。蝶變地獄無門拍出嚟，圈入面嘅人都讚佢有才，票房佢係始終係不溫不火。佢拍起戲嗰陣時係出咗名嘅難搞，劇本寫好晒唔算數，到咗開拍嗰日仲係話改就改，演員、場景、鏡頭話推翻就推翻，投資人俾佢搞到好頭痛，劇組上下嘢都經常俾佢搞到措手不及，偏偏根本就冇人可以管得住佢。C 男生佢係偏偏食過呢一套啊！佢係出咗名嘅食腦，做事又快又利落，英文好，既懂得發行，亦懂得預算，見過大場面。從1978年開始，佢就喺徐克嘅身邊，幫佢管錢管人，亦都幫佢收拾所有顧唔上嘅爛攤子。後來兩人一齊入咗新藝城，同麥嘉、石天呢一班人一齊打拼天下。當年嘅新藝城七怪個個都唔係簡單嘅角色。徐克係入面最天馬行空嘅嗰個腦入面嘅諗法多到都裝唔落嚟啦。今日想拍武俠片，聽日可能又想拍科幻片，預算硬係點都唔夠用，進度亦都係一拖再拖。C 男生就係一直喺度後面幫佢兜底嘅人，佢同投資人周旋，同發行商斬價，劇組一鬧矛盾，佢就即刻去調解。到咗海外賣片啦，佢就係親自去傾。徐克淨係管喺前面喺度發癲，佢就喺後面幫佢收拾殘局。將佢嘅嗰啲異想天開嘅諗法，一個個變成真正可以拍得出嚟，亦都可以賣得出去嘅電影。1984年，兩人從新藝城出嚟，自立門戶，正式開咗電影工作室。個名寫嘅係徐克，根基佢係兩個人一磚一瓦咁撐起身嘅。倩女幽魂、黃飛鴻、新龍門客棧，一部緊接住一部，夾硬將香港武俠片推上頂峰。外面嘅人淨係會嗌徐克係鬼才，話佢係香港電影嘅招牌。但圈內人心入面其實一直都有數，冇 C 男生呢一個大管家，徐克嘅嗰啲天才諗法，多數係未開拍就已經死咗喺嗰張預算表入面啦。佢既係佢嘅監製同埋製片人，亦都係幫佢管公關、管財務，將工作室入面最麻煩嘅事全部都孭咗落嚟。講句唔客氣嘅說話啦，徐克可以安心做佢嘅藝術家，全靠 C 男生幫佢擋住外面嗰啲煩人嘅世俗瑣碎啊！公司早已經綁埋咗一齊，生意綁埋咗一齊，連成個人生亦都慢慢咁纏埋咗一齊。但就係嗰一紙婚書，佢遲遲係冇下文。圈內人都知道啦，C 男生喺外面係一個說一不二嘅話事人，投資人見到佢都要俾翻3分面子，再大嘅場面佢照樣可以撐得住。但係一返到屋企，佢會嗌徐克叫老爺。工作上面鬧得再犀利，道理講得再通透，到最後往往就係佢先退一步，順住徐克嘅意思嚟。80年代拍刀馬旦，徐克同葉倩文傳出緋聞，後來有一年啱好係 C 男生生日，徐克佢突然間人間蒸發咗咁樣，連人都揾唔到。C 男生嬲到直接放低隻手頭上面嘅工作，一個人飛到去美國，
最後呢，仲係徐克親自追咗過嚟，低頭挽回，兩個人先重新喺埋一齊。嗰陣時呢，就有人話啦，施南生咁精明嘅女人睡咗喺徐克手上面啊，大概呢，早已經係注定咗噶啦。佢就係咁樣一路等啊等，從20幾歲等到去40幾歲。1996年，兩人終於喺美國呢正式咁注冊結婚。嗰一年，施南生45歲，徐克呢亦都45歲。從相識到領證，整整18年。佢以為等咗咁耐，呢一張遲嚟嘅婚書呢，總係將呢一個一世人都喺度揾緊火花嘅男人，稍微呢綁得穩一啲啦。但係佢點都冇諗得到，12年之後，北京嘅一間超市入面會出現另外一個更加後生嘅女人。第二章，第三者出現，施南生點解彈到唔知道？2008年3月，《明報週刊》突然間爆出消息，話徐克同埋施南生早已喺半年前已經簽得咗離婚協議。消息一出嚟，外面幾乎冇人肯信。就喺差唔多同一時間，有內地嘅網友喺北京一間超市入面撞見徐克，企喺佢身邊嘅係一個後生嘅女人，個人幾高，身形利落，睇起身呢仲係練過舞嘅。相片傳開之後媒體呢好快將佢認為咗係曾經出現過七劍嘅陳佳佳。當年仲有人叫佢係楊紫瓊接班人。徐克點解會同佢一齊出現喺北京嘅？兩人到底係咩關係啊？報道呢越寫越詳細，甚至有人話徐克早已經喺北京度安咗家，女方亦都經常陪喺佢身邊。但係由頭到尾，徐克都冇承認過呢段關係，陳佳佳亦都冇公開回應。北京超市入面嗰幾張模糊嘅相片，最終只係留低一場鬧到滿城風雨，佢始終係冇坐實嘅傳聞。真正令人睇唔明嘅係施南生。記者追住問佢係咪真係已經離咗婚，佢冇發火，亦都冇急住咁樣否認，既唔俾答案，亦唔肯俾外人繼續咁樣挖落去。如果兩個人真係已經簽咗離婚協議，佢點解唔承認呢？如果婚姻根本就冇問題，面對鋪天蓋地嘅傳聞，佢又點解一句闢謠都唔肯講呢？更加微妙嘅咧係徐克嗰段時間，佢正喺度宣傳女人不壞。面對媒體佢公開話啦，施南生係自己呢一生遇過最好嘅女人。台上面佢仍然咧係將佢捧到最高嘅位置，台下離婚協議，北京超市同埋後生嘅女仔喺埋一齊，佢已經傳勻晒成個娛樂圈。外面嘅人都以為啦，呢段婚姻行到嚟呢一度應該已經散咗噶啦。施南生佢照樣係喺電影工作室繼續幫徐克處理發行、製作同埋公司嘅事務。徐克拍佢嘅電影，佢守住兩個人一齊打下個江山，工作冇停，公開場合亦都冇撕破面，就好似嗰場離婚風波從來冇發生過咁樣。陳佳佳後來亦都漸漸消失喺傳聞入面，好多人都以為呢件事大概就係咁樣過去咗噶啦。邊個都冇諗得到幾年之後，徐克身邊又出現咗另外一個後生嘅女人。呢一個人唔再淨喺超市入面一閃而過模糊身影，佢拖住徐克隻手，陪佢食飯，同佢一齊行入公寓，亦都一步步咁留咗喺佢身邊。而施南生直到6年之後，先親口撕開咗嗰個一直被遮住嘅真相。第三章，小四上位，佢仲可以忍得幾耐？2012年5月，北京61歲嘅徐克結束咗電影活動，坐喺車上面一直都冇走，睇起身就好似係等緊咩人咁樣。幾分鐘之後，一個着住白衫、戴眼鏡、染住紅短頭髮嘅後生女仔行咗過嚟，拉開咗車門，好自然咁坐咗佢喺身邊。車開到新源里一間當地相當有名嘅泰國餐廳，呢一餐飯兩個人一直食到深夜12點。出嚟嗰陣時兩個人完全都冇避開鏡頭，亦都冇刻意一前一後咁拉開距離。佢哋就係咁樣十指緊扣咁樣沿住街邊慢慢行，一邊行一邊壓低嘅聲音喺度講嘢。最後一齊行入呢一處有武警站崗嘅涉外高級公寓。相片傳出嚟之後外界即時一片嘩然。好快就有人查到佢嘅身份。呢個後生嘅姑娘仔叫做樂樂，係徐克嘅私人助理，比徐克死咗整整30歲。後來仲有消息傳出佢哋係喺拍《龍門飛甲》期間通過網絡認識，最初只係普通嘅網友，越傾越熟之後徐克將佢帶喺身邊，佢哋都一步步由網友變成咗私人助理，最後成為咗佢身邊最貼近嘅人。記者攞住相片去問徐克，佢淨輕描淡寫咁回一句係朋友。記者再擰轉頭去問施南生，施南生停咗一下，俾出一個更加微妙嘅答案。記者問佢啦，你同徐克而家算係咩關係？佢稍微咁諗咗一下，認真咁排咗下順序：合作伙伴、好朋友、愛人。合作伙伴排喺第一，好朋友排第二，愛人2個字落咗喺最後。佢仲係冇講離婚，
但在場嘅人幾乎都聽明白咗，愛人排咗喺最後一位嘅時候，呢段婚姻其實早已經剩得一個名，只係所有人都默契咁樣冇去督穿。咁樣嘅關係又維持咗好多年，佢繼續往前拍佢嘅電影，佢仍然留咗喺原來嘅位置，管住嗰間兩個人一齊創辦嘅公司。外面傳得再犀利，但喺台面上面，佢哋仲係最佳拍檔。直到2年之後，台北街頭嘅嗰組相片，將最後一啲體面亦都徹底咁撕到乾淨。第4章，施南生點解要死守婚姻？2014年，徐克同埋樂樂去到台北睇電影，兩人着住同色系嘅衫，由頭到尾都貼得好近。等到入場嗰陣時，樂樂好自然咁伸出隻手去摸咗下徐克塊面，呢個動作熟到唔可以再熟，完全都唔似一個助理面對導演該有嘅分寸。相片一出，再都冇人相信朋友助理咁樣嘅鬼話。記者隨即將電話打到施南生嗰邊，開門見山嗰就問啦：相片入面嘅呢個女人係咪徐克嘅女朋友？電話嗰邊，施南生好安靜，聽唔出半點嘅驚訝。佢亦都冇追問相片係幾時影嘅，停頓咗2秒，最後淨係淡淡咁講3個字：好耐啦。佢個語氣平淡到就好似係講一件同自己已經毫無關係嘅事。記者冇停，即刻又追問啦：係咪好似外界講嘅咁樣？你哋2008年就已經離咗婚啦？一直語氣平靜嘅施南生，佢突然間將聲線提高咗一啲。佢話啦：唔係2008年，係最近嘅事。呢句說話講完，佢依舊係禮貌咁樣講，自己仲有事，跟住就直接吸咗電話。前後就係咁樣2句說話，佢留低咗一個點樣兜都兜唔開嘅時間差。徐克同呢個女人喺埋一齊好耐啦，但佢同施南生嘅婚，佢係最近先離嘅。將時間往回一算，2018年深夜拖住手入公寓嗰陣時，佢哋2個喺法律上面仲係夫妻，但施南生依舊係咩都冇做，冇公開同第三者撕破面，亦冇發聲明訴苦，更係冇鬧住喺度重新分家產，甚至連經營多年嘅電影工作室，佢亦都冇離開。佢只係安安靜靜咁將丈夫呢一個身份從徐克身上面慢慢咁除咗落嚟。但嗰片由2個人共同守咗30幾年嘅江山，佢始終係冇撒手。有人話佢傻，亦都有人話佢其實睇得好清楚。點講呢？施南生咁樣嘅女人，從來都唔會淨係要將愛情當成人生嘅全部。但係佢同徐克綁埋一齊，早已經唔淨止係愛情。整整嘅36年，從一無所有到名滿天下，佢嘅每一部作品，每一個獎杯背後都有佢嘅影子。呢一切又點有可能淨係靠住一張離婚紙再徹底咁撇得乾乾淨淨㗎？第5章，徐克嘅一句說話，毀咗施南生做母親嘅機會。徐克同埋施南生從相戀一路行到去離婚36年，始終係冇生過一兒半女。外面最普通嘅一個講法係，徐克一直都唔想要。佢屋企入面兄弟姊妹多，自細吵吵鬧鬧咁長大，再已經煩透咗屋企入面人多嘅日子。佢仲講過咯，電影就係佢嘅細路仔，佢呢一世人就係同電影過。後來施南生呢亦都認啦，2人結婚嗰陣時都已經45歲，本來就已經錯過咗最適合嘅年紀。婚後18年，亦幾乎冇再認真咁提起過細路仔嘅事。施南生自己冇細路仔，佢一直係特別痛錫林青霞嘅2個女。愛琳15歲，而愛10歲嗰年，佢親自將行程安排好，帶住2個姑娘仔去到南非睇野生動物、坐熱氣球，後來仲專登去到羅本島睇曼德拉當年被困嘅牢房。林青霞就話啦，2個女都已經將施南生當成係第2個媽媽，往後每一年嘅母親節，言外都會專登多準備一份禮物同埋卡片，再偷偷地送到佢手個面。施南生每一次攞到眼眶都會慢慢咁紅咗起身，轉個身又會將卡片好好咁收入櫃桶入面。仲有一次喺南非嗰陣時愛琳偷偷地同林青霞講，男生阿姨會唔會好寂寞啊？如果以後我真係需要有人嚟照顧嘅話，我可以嚟。呢句說話傳咗出嚟，好多人聽咗之後個鼻都跟住發酸啦。但係後來一組街照又將呢段舊賬重新翻咗出嚟。2023年，有人影到徐克同埋樂樂十指緊扣喺街上面散步，相片入面樂樂個肚睇起身明顯係凸咗出嚟。好快，73歲徐克即將做阿爸嘅消息就喺網上面瘋傳開啦。評論區入面幾乎全部都係戥施南生覺得唔值嘅留言。有人話佢陪住徐克丁克咗36年，結果擰轉頭一離婚，就同後生嘅女朋友竟然就傳出咗要生細路仔啦。徐克同埋樂樂由頭到尾都冇回應過，細路仔到底有冇生到，係男定係女，至今都冇公開過。相片傳開咗之後，徐克70幾歲，照樣仲係傳出咗老來得子嘅消息。
但係施南生離婚嘅時候已經63歲，好多嘢早已經冇咗機會重嚟。佢冇細路仔，亦都冇再婚。照住普通人嘅諗法嚟睇呢，就已經行到呢一步啦。兩人早已經係徹底咁斷到乾乾淨淨，各過各咁咪算咯。但係呢，佢哋偏偏就係冇。第6章，離婚12年，佢哋從來都冇真正拆夥。2024年，電影工作室迎嚟咗成立40週年，徐克同埋施南生再次一齊出席活動。嗰日施南生身體狀況已經唔係咁好，行路要督住拐杖，每一步都行得好慢。徐克一直咁樣跟喺佢身邊，時不時伸手照應一下，動作自然到好似早已經做咗幾十年嘅習慣咁樣。台下嘅記者影到好多相，兩個人都老啦，中間明明已經隔咗10幾年嘅離婚時光，但係企埋一齊嘅氣場，仲係冇人可以真正咁樣插得入去。再過1年，到咗2025年，香港電影金像獎將終身成就獎同時頒俾佢哋兩個，頒獎嘉賓係林青霞。好多年前，施南生曾經因為徐克身邊出現咗其他嘅女人而傷心，林青霞勸過佢，話咪將佢當成係丈夫，將佢當家人。嗰日個台上面，林青霞將獎杯分別咁樣遞俾佢兩個人手入面，施南生接過獎杯，笑住咁樣道謝，徐克企咗喺隔籬，亦都跟住咁樣笑。台上面冇人提起過去嘅事，亦都冇人提樂樂。佢哋一個企左邊，一個企右邊，兩個人中間隔住幾十部電影、幾十年嘅歲月，仲有一場早已經結束嘅婚姻。2026年3月，施南生接受咗佢最後一次公開嘅專訪，訪問地點就喺佢半山嘅新居，間屋好大，收拾得乾淨整潔，平時只有佢一個人住。記者再次問到徐克，佢聽完咗之後又笑，佢話第一次見佢覺得佢瘦到好似難民，接住又話呢個男人真係好聰明，亦都真係好勤力，腦入面諗到嘅嘢無論幾咁難，佢都諗辦法拍出嚟。嗰陣時距離兩個人正式離婚已經12年，佢再提起徐克嘅時候，嗰種語氣亦都唔似喺度講緊前夫，亦都唔似喺度講緊老拍檔，更似係講緊一個早已刻入咗個半世人生入面嘅人。4個月之後，佢因為病重住入咗養和醫院。7月9日嗰日，徐克好快就趕咗過嚟，記者當場圍咗上去追問情況，佢冇避開，停咗落嚟，撳住個性格回答，話佢正喺度接受治療，需要安靜，希望大家再俾佢一啲時間同埋空間。接住落嚟嘅4日，佢一直守咗喺醫院。7月13日夜晚，施南生走咗，仍然佢行出嚟面對所有嘅鏡頭，交代佢臨終之前嘅病情，亦都交代咗接住落嚟後事嘅安排。嗰一晚，鏡頭前面冇樂樂，只有徐克呢一個跟咗佢10幾年嘅女人冇出現，亦都冇公開講過一句說話。施南生一世人好強，臨到最後佢係將面對記者交代後事嘅位置留咗俾前夫。12年前，兩個人法律上面已經分開咗，12年後企在醫院門口幫佢擋住鏡頭個人仍然係佢。終章48年舊章，邊會係話斷就可以斷噶？而家施南生走咗啦，呢段糾纏咗48年嘅關係亦都終於停咗喺呢一度。外人硬係中意幫佢計輸贏，計邊個辜負咗邊一個，邊個又成全咗邊一個。但行到人生嘅最後，再睇返轉頭，愛情早已經係唯一嘅答案。徐克係佢最深嘅牽掛，亦都係佢親手扶上神壇嘅人。佢曾經等過、忍過，亦都喺該放手嘅時候保住咗自己嘅體面同埋位置。至於徐克，佢身邊後來有咗其他人，但真正可以同佢傾電影、傾公司、傾嗰段黃金歲月嘅人，始終只有施南生。婚姻可以結束，名可以改口，但一齊捱過嚟嘅幾十年，唔會因為一紙離婚證就徹底咁消失。或者佢哋早已經唔再係夫妻，佢係成為咗比夫妻更加難拆開嘅家人。只係施南生呢一生，到底算唔算係值得呢？佢係成全咗一個天才，亦都活成咗自己嘅傳奇。但係佢有冇喺某一個深夜入面，為嗰啲冇等嚟嘅嘢後悔過？邊個都唔知道。你覺得佢最後係咪真正放低咗徐克呢？定係話直到生命嘅最後，呢一個人依個喺個心入面佔據住最重嘅位置？歡迎喺評論區入面講下你嘅睇法啦！